就算是死了夫人，还有良人、美人、八子，哪能轮得上我呀？那你又如何呢？我想让他们都变成疯狗，你咬我，我咬你，我在旁邊看着痛快。這倒也不難，但需要機會，說不定這機會很快就會來了。真的？周豪先生，您快告訴我，到底是什麼樣的機會？夫人莫急，你先留心着，聽我的招呼吧。啊？好。月啊，看什么呢？看得伤心难过的。这部书里写道，齐莊公4年，大夫祁梁戰死，其將士迎喪於野，哭聲至哀，誠為之他。怎麼忽然想到看這個了？列國征戰已經數百年，至今未息。思想當日至今，有多少女子送別夫君，征人不歸，肝腸寸斷。眼下函谷關開戰，我不得不惦記在那兒的小冉。年年征戰，簫鼓喧空，這仗不知道打到什麼時候才是個頭。這大征之時，生下來就是前有虎後有狼的，每一刻都在拼命廝殺，還不一定能活過這一日。姑姑小的時候家裡也有父兄，後來出征打仗，再未歸來。我就問娘親，這仗什麼時候能打完啊？娘親告訴我說，她小的時候也問過，她娘親小的時候也問過，數百年來人人都這麼問，但人人都不知道這一天到底在哪兒。香兒有辦法。八子曾說，在周武王的時候，諸侯都聽周武王的。那如果眼下能有一位像周武王一樣的聖人出世，令諸侯聽命一起討伐首惡，那打完這一仗就不用再打了，那該多好。香兒果然聰明，可惜眼下，即便是周武王重生也很無奈。周武王時，人少地廣，諸侯分的土地都有富裕，所以眾人只要忙着耕種即可。可這千百年來，人丁繁衍，不勝負荷，所以農人們只好放下鋤頭，拿起刀劍，去爭奪自己和子嗣們的口糧。羋月好見見。大王，免禮。這麼晚了，大王怎麼會有空到我這兒來？好幾次都想來看你和繼兒，可是每日出宣師殿的時候都快3更了，大戰前徵兵派糧，定制武器，還要與那些風臣們討價還價。今日還算早的。剛才聽你說起人丁繁衍，不勝負荷，殊不知有些地方仍然地廣人稀，也有些地方糧食多，但吃不完。假如大家坐在一起，自己商量着調配，就不用兵刃相見了。大王說得對，若諸國君王都能像大王這樣，以絕大權威，依人口和貢獻重新劃分諸國土地，便可以富國強民，減少爭端。只可惜，願意這麼做的人寥寥可數，就只好由寡人和寡人的子孫來替世人做這件事了。今日寡人到你這裡來，是想把木心給你留下。這孩子忠誠伶俐，有什麼事讓他跑個腿兒也方便。多謝大王。上次繼兒出生時鬧的風波，讓寡人至今想起來心有餘悸。有木心在，至少可以讓寡人釋懷一點。木心，在，大王。寡人就把你交給八子了，你要好好伺候。是。寡人今日聽到一個消息，
跟你们楚國有關。哦，說是你們楚國的寶貝，如今到了我們秦國咸陽。寶貝？什麼寶貝？和氏璧。真的嗎？